继续来看这件有袂少这个大型车，也即是货车，为着要提醒四周围的人甲车来注意安全，拢会加装一种警报器，会大声来放送讲倒车请注意，意思就是车咧马库请注意。但是这恐惊已经违法了，公路总局来公告，讲只有部分的大型卡车，也即是拖板车，会使用这种的警报器，一般的大型车只会当使用。哔哔哔，这种的警示声来提醒，而且大细声嘛有限制，若无符合规定，安尼验车就袂过。一听到这个消息，有袂少的货车驾驶是真困扰。民众嘛讲，这种的警报器确实是有提醒的作用，讲这款的设备应该留落来才对。一台白色货车停伫路边啊，这个驾驶点点将这个车驶走，无发现讲后壁货柜已经将这个后视灯弄歪去啊！大台的车死角较济，迄若无细字，目睭等外拢有可能发生危险。这个声你可能捌听过。倒车，请注意！倒车，请注意！声音真大声，就是要提醒附近的人，袂少货车驾驶拢会到这款警告的放送。现在几乎每一台都有，安全也有差啦。安全也是上要紧的啦，你也装当然是较安全啦。因过即马公路总局却是公告讲，大型车敢会驶到哔哔哔的警示声，音量冇限制，是讲捌过时请注意这款的放送，袂使家己倒，若无验车嘛袂过。敢若沙石仔车、半拖车、12吨以上的大货车、3吨半以上的拖车，还有5吨以上的大客车，才使家己倒这款广播的警报器。只是这个消息一个出来，和网友骂甲变过，讲公务人员真的是脱离社会。听到至少会注意到他这样，我是没有觉得特别有噪音。需要听这种安全啊，安全作用。这种可以有助于民众交通安全的设施，居然不能使用，这到底是什么逻辑？该严议就严议，该放宽就放宽。公路总局强调讲，本来哔哔这个声是为了符合国际惯例，和外国人嘛听有，是讲这个声有可能影响到工地附近的人。交通部的处长是回应讲，针对民众反映会阁讨论，毕竟这个警示声敢有路用，嘛是驾驶人上知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